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抖内，请我食一顿碗粿。所会讲的，Song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争议的妖狐鬼怪，所以讲互你了解。本节目的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第2讲第15篇，做证。美好人生的法术方法有真侪种，有时阵会互你一寡好食的物件。去用骗，去用拐食落去的人，就会心地不清，缀着失出者来走。这种法术的俗名华语叫做打虚吧，但照咱的话来讲爱叫做点迷啊。这点迷啊，咱咧困迄迷照配啊，若困久要摕互迄个做配的人，甲迄个迷啊，甲迄迷灰啦摕起来叠啊，安尼啦。形容讲去用你食迷药啊落去了你看迄点面的时阵迄面火会称悬称低，目睭前会一片白茫茫的迄个境地啦。无知的儿童常常成为受害者。另外，佫有一种甲这人变做动物的法术，叫做做精，精生的精。这种法术伫长江以北无济，黄河以南的地区常常发生。伫这扬州的旅店当中有一日有一个人牵5只梨牵来迄个暂时拔动这个马座骹啦，开嘴对迄个葡萄咧讲我等下念伊转来又搁甲叮咛你这梨毋免好食，毋免好啉，就离开这梨拔动即个日头骹，当遐咧乌白踢乌白加咧吵甲不得了。旅店的头家就甲这个梨牵到较凉的所在啦。这梨看着水就撞过啦，就大喙啉起来当涂骹并一下，就变做妇人人这旅店的主人讲奇怪问这妇人人较会发生这个代志安尼啦。因这妇人人喙齿哪亲像点着快感安尼啦，硬甲袂硬的安尼啦。这主人就先甲因藏动即个厝内。过一时这女子转来了，又搁拔5只羊动这园仔内着惊着问我迄梨走去倒位啊？这主人看到即个办势，就揪着迄个人客啦，赶紧坐落来。连伊着送米露啦，卤菜就起来安尼啦来甲这个人客讲这人客你先食一粒饭的啦，这梨我等下连伊甲你牵过来旅店的头家喙了嘛，互这5只羊啉水啦。当涂骹并一下变做囡仔呢，就安尼，这头家偷偷去报官，这官府派人甲迄个人抓着，最后甲判死刑。